今日同大家分享富蝶村4到5人單位裝修設計，單位實用面積380尺，簡約奶油風，間咗2個房間，入門口做一組主角功能櫃，留返鋼琴嘅位置，電視櫃做滿牆，地櫃做圓空，搭配玻璃櫃護牆板，廚房門口做吊櫃，留返雪櫃位置，餐廳同梳化區域空間都很充足。廚房就正常做 L 型櫥櫃加吊櫃，留返洗衣機位置。廁所做隔生隱形門，簡單做洗手櫃加鏡櫃就 OK 啦。兒童房做木板趟門，房間內就做 L 型上下床，撞式設計，同樣係學習空間。主人房空間大，做到5尺地台床，連主角大衣櫃，仲有梳妝台，舒適居住空間。大家鍾意乜裝修風格呢？關注我睇更多公屋裝修方案，有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免費報價啦。